終於嚟啦佢！最近我直播間賣到好爆嘅洗髮水，最近真係直播間爆晒單啊！個個用完都話好用啊！嗱，呢個洗髮水咧，佢就係39蚊一大支嘅啫，500毫升。記住佢500毫升一大支，比我頭仲要大。佢有功效咧，有滋養頭髮啦、控油啦，同埋去屑等等。同埋佢洗完頭之後，頭髮真係好蓬鬆，見唔見到？好舒服。好多粉絲咧都評論成日話俾我聽，豪哥呢個洗髮水性價比真係好高，39蚊好抵玩。冇錯啊，因為佢一大支咧500毫升只需要39蚊，39蚊一籠鳳爪、一籠排骨，食咗就屙咗。大洗髮水39蚊，夠你一家大細用1個月，性價比無敵高嘅一個洗髮水。Nice。大家如果未用過呢個洗髮水，豪哥強烈建議你拍一單試一試。佢洗頭俾我感覺咧，就係洗完頭咧，頭髮好蓬鬆、好滋潤，一啲都唔油，同埋佢嘅味道都幾好聞啊！最主要性價比39蚊咁大支500毫升，日本生產、日本製造。你而家出邊市面買洗髮水都成50-60蚊支啦，係嘛？呢支嘢只需要39蚊嘅啫。呢隻洗髮水只賣質量唔賣價格，39蚊真係好抵玩。屋企洗髮水啱好用晒嘅，不妨拍一單試一試呢隻洗髮水啊！多謝大家支持，我阿豪拍咗單嘅。好用嘅，記得評論區話俾我聽。用過嘅朋友不妨喺評論區同大家推介下，分享下你自己使用嘅心得。感謝大家支持啊！我係阿豪，多謝大家支持，拜拜。